大家好，我是恁的家己台文先生，我有做句话。咱即个课要学的是台语，搁台语。我有讲，我有做句话。这句是啥物意思？咱大家敢知影？我毋记得就是动物的句。我嘛搁学做这名咱大家敢会晓抄？其实爱读做区准祥。咱敢有发现讲吼，即个句甲即个区的关系，你若还毋知，句即个就是歌，如果有注音会当写做歌，即个科会当写做科。就是讲，这毋是完全拢会当写做注音安尼，了就是拄好安尼。所以咱得学着这个上基础这个台文的台语的罗马字啊，这有做罗马字。咱先做一个标章，咱大家家己的程度是到啥物坎？咱是晓听、讲、读、写，是到安怎？安尼我大概了解。你若了无讲这听足有诶，也是足了解。你无要紧。当然，咱即个课是台语台文优先。你若有问题，看你要用合法、日本语、English。也是中文，其实拢会使，拢会当试看卖，讲看卖安尼。因为咱即个课的主要目标就是开讲，开讲嘛，就是用台语台文来讲你有兴趣、有趣味的代志。你嘛着甲我当做是一个有趣味的人，一个有趣味的句话，毋免叫我先生，就是叫我句话就好。是安怎有趣味？这毋是随家己讲的嘛？趣味诶，无咱来练身体好，讲一个趣味练身体的代志。咱敢知影啥物叫做百忧解心？啥物是百忧解心？百忧解心，啥物是百？百忧是动物啊？是百。伊是大只猫，伊就是手做安尼扒过去，所以这有做扒，伊安尼向前咱有做扒。所以讲这个百忧解心就是讲即只扒，咱做些有身体安尼。这叫做百忧解心。你想讲，这哪有啥物趣味？大家拢嘛会晓。我就是会使安尼单手百忧解心。所以讲，咱有咧练身体着小少节我阁会晓创啥物？我阁会晓，我嘛爱变一寡糕饼的物仔啦，变路行遮物件。我嘛有咧关心一寡科技的物件，所以想要做一寡模型，要舞一寡家私，嘛做一寡配音的影片、假影片啥物的拢有，拢诚关心，都嘛是有诶度的。我拄仔有讲，我有介意做一寡物件，所以讲吼，观察一寡现象，像即个，这是啥物？哇，真趣味！这搁解释，这是棉花层，这个物啊。这毋是信头物啊，这是有一个路用，伊叫做 paper filter。paper filter 就是伊会当甲重的物啊，但是这是灰吼，这是灰，伊会当甲灰
分开便重的、较轻的安尼，也是有把用到。不过这就是台湾人才有研究出来，无伊就是像一个佚佗物安尼。所以咱就想讲吼，咱是安怎伫遮学即个台语台文？我是安怎搁伫遮咧教遮个台语台文？比如讲，咱想象啊，咱逐个人拢有一块地，伊足大，足大，咱伫遮，了毋知影叫偌啥。反正顶个名仔家查去吼，所以讲咱毋知咱即个地顶个有啥物件，这就是安怎我会来学这个台语台语，因为我想要知影讲，咱个财产阁有偌济，阁有啥物即个去地顶。这拄好是阮学校的迄个头前嘛，才有中文安尼。顶悬是英语系，不过咱台语系较早用一年。咱即个台语台文伫咱专家湾嘛是即个北中南东拢有啊，就是对台湾的自由甲民主的发展，咱台语台文嘛，自然的拢有人来去找找咱即片地顶悬阁有啥物。就是讲吼。即片地是咱的财产，一个语言就亲像一栋厝，有人的厝咧山顶，厝咧山顶就像安尼，山顶，是有人厝咧溪边，伊就是咧溪边安，有人厝咧海沿的所在。我要讲啥物？我要讲就是讲，大个人厝咧无共款所在，看起来世界是无共款。其实咱有即栋厝的时阵，咱敢会晓讲咱叫坏啊，还是家己拼较家？其实厝间嘛是愈济愈好，就像讲，我毋哪会晓讲台语台语，我会晓讲客家，也比如莫你做咧讲客家无，假使你做咧讲客家，腔口会讲较无问题嘅，毋是强。来讲迄种日语嘛，日本语，过去日本语讲开我无地区，我就是言语就是讲吼，最近就是用较济啊，平时嘛会用。我最近有做一个代志，是想要为台湾安尼出去，搁为台湾边仔西边、东边出去，西边转来。这个物仔毋是讲笑的，就是连搁有这个机票。伊顶个嘛是写台文的台语的名，所以我看到啥物，我看到讲人的厝几啊款，人的有几啊款的厝哦，人敢有放弃因家己的厝，无呢？亲像讲，我有去到北欧的所在，北欧就是水电是较风，伊就是一个北部弱势的所在。伊遐有5个国家，内底有4个国家，因讲的语言是有关系，总是因有家己的故事、家己的家己的历史、家己的文字，因的文字嘛是有小可无同款。当然啦，即个代志就是讲，以早其实咱即个国家，因拢有完全，有死人有死足济，不过最后拢嘛是和平，大家拢当家己的厝顾好。无怪就是像韩国人敢有足济，若准用人口足济，人讲啥物人上济安怎？如果无诶，韩国伫世界人口5000几万人，也是北韩，也是中国遐嘛有讲韩国话几百万吼安尼。因有法度讲用家己语言，家己诶厝顾了，做到 YouTube 诶冠军4年拢是因诶影片安尼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其实咱台语。嘛会当做着，会当做甲遐济，咱应该会当搁做诶代志，咱会当甲咱家己诶厝，家顾好着。你想讲台湾敢有趣味？敢有趣味？
啊，有啊，有一个证明啊，台湾有趣味啦，就是讲吼，看即、个来台湾佚佗的人是愈来愈侪，就迄疫情的时阵才绕入去。啊，这是来台湾的才会旅客安尼。所以讲台湾的趣味吼，佫有啥物？哇，这个地名咱敢有看过？伊敢晓咱敢晓读？伊读做hiệu蝶，hiệu蝶就是讲买米卖米的所在。这是咱台湾的地名，咱的古董。当然，咱嘛有足侪即款地名，像啥物蒜头啊，咱有一个地名做蒜头，蒜头。哇，问一下，啥物蒜头啊？比本就是咱的富有马的迄个名，富有马的迄个在地名。所以咱知影讲，讲迄酒店做乌龙，咱嘛有个说做乌龙。尤其这乌龙的意思，甲咱迄个代志做无并进啊，像用讲迄是为香港。为香港的迄个骹球的演技过来，无，这拄则讲的拢是汉字嘛，拢是讲咱讲着这个地名，伊是用汉字书写的。啥物是汉字？就是讲咱知影讲汉字有几啊款啊，伊嘛是台湾古董。总是咱嘛爱知影讲，咱阁有罗马字的，你看这是迄个因中国的这个注音来。咱阁有罗马字，啥物罗马字？无，咱来讲一个船的故事。船的故事，船有啥物故事？即只船大家敢知影？伊捌是世界几啊大的一只船，是上大的。你若还毋知，我今仔搁看一个新闻。哇！还阁有即只船的故事，这是迄阵的报纸，伫1912年的时阵，即只船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减落去啊，伊减落去啊。所以讲吼，咱台湾迄阵在创啥？有哦，咱台湾嘛知影有即只船，即只 Titanic， 伊减落去的这个代志。就是咱看这叫做罗马字，这是台湾的白话字，伊是台湾上早的就是白话文啊。台湾上早的白话文。伊嘛是咱台湾上早的报社，阁有报纸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当然咱每即个报道，咱读着讲吼，即只船迄个Titanic，伊是较大，咱迄阵来往台湾到日本船的4倍。啊，咱迄阵是讲4万几吨。啊，即马世界上大的船是已经是50几万吨，所以这就是咱人为的这个发展。所以讲咱要学台文，所以咱要学台文，就要为这个咱的罗马字来开始学。然后这罗马字一开始嘛是讲因为这个汉字啦，像我拄仔有变过，就是这个。大家还会记，即个特别。你讲即个汉字吼，伤歹学哦。当然，即个汉字嘛，咱搁嘛看着，毋是敢若台湾，还是中国、韩国、越南、日本，因讲嘛，捌用过即个汉字。因为即个汉字伤困难，大家毋知要怎用。
所以为即个罗马尼开始教。啊，罗马尼即个世界基本上所有强尾所有教拢是咧写罗马尼啊。所以讲，咱罗马尼甲先来学，歹势找较久。有啊，这就是咱的罗马尼，台湾的罗马尼，找较久吼。这嘛是咱台湾的罗马尼，一个做白话字，一个做教部的台罗安。啊，拄好咱有一课，叫做中英阿伯的太空嘛。是讲咱台湾咧发展即个太空的产业，咱知影讲为1991年，咱台湾有创立一个国家的太空中心。啊，为伫2002年的时阵啊，咱有通过，咱的政府有通过一个做太空发展法。啊，伊就拄好互咱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吴宗宪先生啊，教授、博士，会晓做，伊就拄好嘛是咱即马国家太空中心的一个主任安尼。啊，若讲到咱台湾，甲这篇文章有关系的，其实咱应该看伊的题研究就好。如果咱台湾有一个发射场，就是咱台湾，搁一间。咱有一个发射场是咧遮，伊叫做屏东的秀海发射场。啊，即个火箭，因母即个火箭到底是要创啥？因要做的是 something rocket。something rocket 是咱会一个叫做太空火箭，伊会当做一寡科学的观察。啊，讲到，因为你要甲，毋管是卫星还是啥物啊，拍去太空，你需要无共的机芯嘛。就像讲，上低就是吼，10公里的这是咱一般的无人机的飞，就是民航的一般商业无人机。啊，搁会用迄个气球，加几啊种气球，伊通飞到50公里。啊，搁较悬，就是会晓用这个火箭，比如讲这个火箭会为30公里甲搁较悬去。啊，若到即悬出来是2000公里的所在，就已经是咱迄个国际太空站的用意。啊，当然嘛爱知影讲吼，毋知咱即篇文章的即阿伯太空阿伯咧写台语，其实咱嘛有足侪，咱嘛早有足侪，像我今有早即个，伊会晓写自传，台文啊，咱台文的册有翻译，就是翻译伊的自传、伊的散文安尼。咱嘛有家己的散文集，阁有写诗，写诗这嘛是足侪。嘛有搁翻译别人印度的诗情安尼，弄交集。其实咱有发展，啊，咱平常时要看，咱就是看即个台文网报，因为足好查，足方便查台文网报安尼。咱嘛知影讲吼，咱有咧发展讲，平时台文咧读的遮个人。像咱有人做恐龙的代志，嘛人做即个天文啊，用助科技啊，即个命数啊，就即个科学技术啊，这较古早的人嘛讲用家己台文来讲，即嘛是讲一寡电脑的 AI 的啥物，才会拄咧互搁较发展的代志，即是迄个元素表。嘛会晓做工程啊，做资讯啊，啊，这嘛是人咧讲一寡科学的技术，用咱家己来。
所以讲吼，咱故事足济啊，咱就是开讲，甲我当做是一个有趣味，啊，搁会晓写台语台文的，我有说句话安尼，啊，欢迎咱就是开讲来上课，句诶。